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客家民俗學院，我係主持人星嘅。今晡日我老大家來分享到嘅主題係習慣。係咪接掌樂呀？也係老師嘅愛咁樣，同我到手機拿出來，結果時間過很急，天日就睡到日頭曬死活咧。別再又係講幾日嚟的攞杯食東西，結果真發現到今晡日都冇食到水呢。今日嘅課程內容會分做3個段落，透過神奇嘅短劇方式，帶大家共下來發現日常生活當中可能連自家都冇發現到嘅問題，還可以按樣擺型來做改善。希望大家都做得了客家話，當自然嘅用喺生活當中，還可以養成當好嘅習慣，向下越變越好哦。準備好誒，就開始今日嘅課程了。接下來，就先來進行句型教學嘅部分。今日我來收幾道嘅句型係姑嫂。這個句型在日常生活嘅對話當中，直接會用到。佢假使講，想要說明原因，或者係結果，又係講解釋某一個行為嘅時節，就會來用到。像係啲討論生活嘅習慣、做事情嘅方法，甚至係分享心情嘅時節，都非常嘅實用。接下來，再講下嚟，大家小嘅一個句型嘅行業嘅講法，我用擺型來講咯。姑嫂，姑嫂，所以，姑嫂，所以，我愛準備考試。姑嫂從頭學呀，我愛準備考試。姑嫂從頭學呀，我要準備考試，所以經常熬夜。我要準備考試，所以經常熬夜。姑嫂，所以當日都暗睡。姑嫂日時頭冇精神，當日都暗睡。姑嫂日時頭冇精神，每天都這麼晚睡，所以白天沒精神。每天都這麼晚睡，所以白天沒精神。南西煙強，當日都暗睡，姑嫂日時頭冇精神。當日都暗睡。姑嫂日時頭冇精神，姑嫂，所以研究當菜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研究當菜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研究當忝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研究當忝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最近很累，所以沒辦法專心。最近很累，所以沒辦法專心。南西煙強樣板講，研究該開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研究該開，姑嫂冇法度專心。大家有學過嘢冇？姑嫂一隻句型。係唔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咪直接聽到人家用安樣型嘅講法來說明原因，含個結果。接下來，就來看一下，在無相用嘅情景當中，大家係用擺型來運用一個句型來表達自家嘅想法。